继续来看是这个嘉义市上乡一间阿鲁面工厂，第一日前爆发着昆虫的感染，总共有13人确诊，然后这个嘉义县是小连续2天零确诊。结果，今仔日才传出着有2例确诊的病例，也毋过甲工厂的传播链无关系，是一个住伫新北市的个案，回乡回到嘉义民雄的老祖厝，传染予伊的老爸甲老母。这个个案的编号是在新北市，接获新北市政府的通知，那他确诊，那他在7月23号到25号。那在疫调里面曾经返回嘉义，那有接触到他的父母亲，所以我们就马上启动相关的作业程序。然后大家看到这边2个都是红色的哦，那我们就针对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，那开始去做 PCR 检测，就检测出来，那2个都是阳性确诊。后来，这个新北市确诊的个案，登去嘉义民雄，甲病毒喂予2个4大人。目前，伊的爸母已经带入去专责病房来治疗，卡只是真单纯，嘛拢完成着消毒了。这个嘉义县因为进前的工厂昆虫案所实施的防疫2级加强版的管制措施，本地是到今仔日就要结束，也毋过县长嘛来宣布，将要延长到8月初9，观察到整体疫情的变化。来做这个修正。